根据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明确住宅小区封闭管理主要措施的通知，居民区一律实行封闭管理，一个小区一律只保留一个出入口，老旧小区、开放式居住区通过打围方式实现硬隔离，出入口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测温登记，审核放行。各位居民请注意，社区正在消杀，请大家关闭门窗，注意安全。哎，那个哈，这两边都有菜单，你过来看下子。两个人都在一元是最好的，这里能把就是米、面、鸡蛋。有一个那种10块钱的青菜套餐，兜里有大白菜、红萝卜、包菜、白萝卜、土豆。到时候打电话通知人家过来拿，大概是要等到48个小时后天吧，好不好？那不要紧，那会真的。下一位，我今日进的3群。你今日进的3群，那找人是找的哪个跟人家搞的？那我自己搞进去的。人家自己搞进去，搞到2群去的。人家要是搞不到，直接到社区这里来现场登记，好不好？我们现场登记就是为了方便人家玩不到手机的。那总想学噻，你这个人啊，真是。我这个，人家的序号晓不晓得是几多号240了。人家是支付宝加还是微信加？我这怎么晓得？人家是支付宝这里有钱还是微信这里有钱？不能点东西婆婆。说我不想要萝卜啊、大白菜，我都吃腻了。我就是说量大的，不是说别的。我们家的冰箱坏了。我脑壳好痛啊！下次就需要再来啊！回去我真的没得汤圆。你是不是去过那个方便面？问你。那不能我们家的要上厕所都没纸啊！哎呦，真是跟你们说，那你我上厕所不看别个，这不能不只上厕所呀！哎呦，堂哥，人家先备的好吧？人家现在不买的好用了，那我可以买，但是我明个晚上就要用就没得了，是那我不能开这种证明。哎呦，这你理解啥子呢？你在公司的，你没得只上厕所，不敢理解嘛的。你们真是，你这里有我子买，你关键要上厕所没得纸，你们你不管。我们私人给他一句，一体纸够不够？你不是还抽纸转纸吧？有。那够啊，那够。行。几多钱40块9毛钱。41块钱。啊，不用多个，不用多个，人家那本来就是给超市的。那个无所谓，我晓得。我就跟别个回。都一样的，双样，好吧？哎，那奇怪呀！20号到23号的上午封城之前，我是在武汉旅游的。就是你跟你老妈2个人？对，就我跟我妈2个人。我妈妈她有慢病，她现在就缺了那个糖尿的试纸啊。跟你说这个东西，我们也是按上面的政策来，我肯定不能够按。我们也很为难，现在就是不允许放进去。我要是有，要不然你们给我找个志愿者的活，我干也行。现在志愿者是没有钱的。你要留个电话，都是自愿的。我得有个收入，你让我能活的，我还要多久才能正常出去？不知道，听上面通知。大家都自觉，早点解除疫情。因为啥呢？我们公司必须规定要有跑单记录才能给我开证明。完了，你们一定要公司开了证明才开通行证，所以说我也没办法。谢谢了。因为你出去就进不来了，知道吧？谢谢。大家都自觉的，你到时候就可以早点解除疫情啊。就这样的一个。啊，这是巴士，巴士可离，太蠢。好，你们注意别把腰闪哎。对，腰闪，老腰。这方面今年肯定比较多些。好的，有没有40斤的？
楼房太难爬了，我膝盖到现在还没恢复。重的。各位居民请注意，社区正在消杀，请大家关闭门窗，注意安全。这是您的医保卡都在里面。哎，对，医院系的。高血压的是吧？好，行。今天就给您买过，通过完这一批。买药的话分2种，一种是重症的，一种就是普通的。重症的话就是到那些指定药店去买，要排号。一般我们就是1天可能搞1次。这是4盒。这个是多，这样少一点。啊，对，那个是14粒，还是不一样。谢谢，太麻烦了。下次要抹药。别票群。有么子药盒子，或者是人家写，因为人家说的这几个字我不晓得应该是么样写。你叫我见一些别个医院看得清不？我说要来记你考起，然后在医院去，我医院去查哪？医院药不是发热门诊的，我是带人家去那里。但是医院那是个病原体噻，是不是？你不要我就带人家去，人家现在要我跟人家买药，我也跟人家买药。人家好好说，我们都好好说，人家说是不是？晓得这个时候大家都蛮急。那对于他这都不要解释了。什么玩意呢？那我怎么脚不能动呢？不好搞嘞。人家要是不舒服，我们可以找车子带人家去医院看。因为药早上12点钟登记，别给不是人家一个人买，是所有人买。坐了会把药买到吗？等一下。人家让我们登记，我们到时候就帮人家去买。这么要头脚肿的那是。人家正忙，人家把东西拿过来，但是还排队呀，我人家不排队。师傅，你要不在这屋里等一会儿吧？你现在出去行不行？可以啊，你先等一会儿。谢谢你啊，中午去买。他那家卖重症的药的，他下午就是那个菊桥的天气是吧？对，下午人就会特别多，中午人少一点，现在去买。你给我点个双份啊。我接电话通知过来取药。好的。9号。6号。6号。啊，我就带了个箱子。我前面都写了啊。他有一些非重症的，咱这会儿也可以买了。非重症的是的，但是你要先把东西搁这儿，完了都晚一点过来拿，因为现在我们中午还有消毒，工作人员也要吃饭。有一个痛风的，他现在他去不到我们社区。如果你就剩下一个药，我现在就给你办了。就一个，我给你找出来，那个痛风的确实是特别痛苦。你就一个药，我就现在给你办了。好，那不行，我其他的我们下午再过来吧。你晓不晓得？谢谢。那2人30天。医保卡在里面吗？在里面，你打开看看，查一查，应该都在里面了。 2人30天的有，是吧？不过今天的，这小伙子应该给他点赞。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不重要，你赶紧回去吧。出来那么长时间了。谢谢你啊。小王姐哈，我搁在哪儿呢？哎，谢谢啊。好，不客气，先慢走啊。小王在哪呀？我只晓得他是么上这里这么多人。帮我收。我
那种水管子挖那个洞。啊，我晓得。哪个水管子挖那个洞？就你从那边。这德政桥那个桥是哪里？你是要么是？我是今天出来看的，我车子肯定是过不来。你车去哪里了？就德政桥那儿，要往那边多走一点，就往那边。德政桥就到校门口。其实。怪这外你们是搬到哪里啊？肯定不能把人家再去买，我都不能去哈，我把人家。上班的工作人员要出去了，他是买那个位置可以出去去。我们这门男士都在这里搬板子哎，我说是要他自己人们，就是我们那里不是还有2个男的一起帮忙跟他搞啥子。好，这样子吧，你稍微等一下就回来，到时候给人家打电话联系。他说要我自己拖上去把那个洞。他以为是因为你今天就要走，所以说怕你要瞒起，就要你现在去把它弄了它。哎，因为他这是水务过来挖的，他到时候是人再过来填，这涉及到3个部门，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子等我们工作人员回来，我们再给人家弄啥子呢？好。哎呀，我自己填，你说这是怎么填法？外甥们，你看你这边能不能再帮忙催一下，把这边的路还是赶快弄一下，因为我怕居民还是有出行的时候会有一些意见，好不好？这个单独的跟我那个单独的电话太小了，我单独的预约是。谢谢。我知道，就是我那天给你晚上打电话的嘛。我不是跟你说我伢才1岁7个月嘛。哦。不要钱来给你。好，跟他开，我们跟他开吧。你伢子好一点嘛？烧退了，但是对，要他到底什么情况呢？他就是普通的那个验证，对吧？对，就是别团体。然后的话，我正常给你把那个邮车的信息交上去啊。我是怕有人忘了我说。好，那麻烦你了啊，谢谢。有点好冷了，我外面的早点，我给你个钱去了。不要以为自己年轻扛得住，尽量的回去以后进门呐，不光是洗手，还要漱口，都要洗脸，都要搞。万一染上了这个病毒，那就真的是蛮惨。所以你们还是尽量的能够忙里偷闲，能够休息还是休息下子。听到吗？这边老人很多，知道吧？儿女不在身边。我说忙碌过来的时候就去帮他们一下。哎，总之一句话吧，那有么事就跟我联系啊。走吧。走吧，拜拜。拜拜。你在哪里？我在他，哪个人呢？就刚才打电话的是吧？打电话那个人。好，走。那我们先走了啊，那就不要停那个。居民发现身边有新冠肺炎症状，好了，是这个了，好打好了，打好了。那个车子那个窗打小点的呢？谢谢。你那个核酸的结果回来了吗？没，我昨天没有打电话，看今天吧。应该2点半钟就应该通知你啊。没有电话呀。没有电话，那应该是没得问题。嗯。
菜师傅，走嘞。你那东西是都是带好的是吧？对了，学校运营噻。这都隔几长时间了？给你。最少14天呢。最少14天。对。几饭那个真。饿饭呐。在里头好好休息。那我屋里娃一个人到屋里的。那几大的伢子？有20多岁。20多岁自己是好过自己噻。你菜东都没卖。要是我有问题，要他也要来检查，是吧？你要有问题，他也会隔离的，好吧？你要放心。放心。你好，社区的，你有个人是要是进隔离点，你要进个呢？把那个身份证给我看一下啊，先把身份证给我登记一下。秋来，来了，来了没有？来了。来了没有？这，好多钱呢？7块9。我看一眼啊。你是说小徐啊？啊？小徐，对，7块9的。你的爸爸姓徐是吧？不是。徐的话需要好多钱？7块9。啊？现在不要钱的拿了。那不要钱，不要。要钱。7块9。7块9。6块，7块，8块，9块，10了，好。只要一张这。一张？这个。对。好多钱啊？那一起了，这条子把它拿了。这，那拿了。就这个。还有这个人。算了，这个。也把它拿，这人家听说的，这一个要不了10块钱。可以。那又没得零钱，那就把人拿了，人带着走，人家把你抵拿人啊。好。你是不是叫徐乐峰的姑娘？不是的。好。可以，买家的妈妈，但是你往收一些。啊。你要把徐的心，那是蛮好，他是蛮好。你的弟弟的知道啊，我们都晓得。好的。好，再见啊！再见。谢谢你啊，不客气。快了！我的进不足以，我只有瞬间爆发力。好，那后面还有好多。只能要多我们进不来。给你看，来一下。这就更快了。对。受不了。你们也是去接人的吗？对。你们是哪个社区的？西城好的。西城好啊。哪个 B 的？好。这，你那个去了，是吧？
要，在这里去你们书记请个路。来，把东西背了，这不是的，这是那个手上。再见啦，你们，哎呦。哎，不要不再见，这个再见不是好事呢。哎，谢谢你了，只要健康就行。谢谢啊。好。好，拜拜。6月份再见。一壶茶。对，去领菜哟。咱去是咱去。50块钱的青菜，50块钱的水果。这已经到10块，他们那个这里去。啊。先来的。2群22套。再加一个金龙鱼的油。金龙发到1点钟了。这里呢。在的啊。是不是会战机呢？那我就不晓得了。那既然是狗腿是会战机。那我就不晓得。我不能推油啊。下一位。好了。这有点重哦。10块钱的青菜，50块钱的青菜，45块钱的鲜食，要不要那个辣？40块钱的干货要，100块钱的家禽方便食品，再加一个老母鸡。哎呦，好累啊！明天再来啊！再有辣辣麦，来。你要继续呢？10块的蔬菜，50的蔬菜，45的鲜食，还有1包方便面。我跟他换一个呗，跟他换一个。卷卷那个哇，本来毛不那么狠的，我就说一啊，拿的。这个没有来了，成品了，打个电话。喂，哎，我问你，你那个6件拿了吗？你那个冻鸡肉已经到了，你这么过来拿下来。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你跟。对，我们那边中国超市正对面的那个工地里面开的，你从那边过来，好吧？我们社区不是前2天有一个1岁3个月的宝宝不是病了吗？不是发烧吗？今天早上他的妈妈，然后就去跟我们说，他说他宝宝已经好了，然后也很感谢我们。Pero estamos todos unidos y juntos vamos a andar. The darkness only lasts until the dawn. The sun will soon be shining on your face. There'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is tunnel we're in, and I can see